網上揾唔齊資料就會令人失望㗎喇。今日想食泰式放題，就喺網上面揾一啲資料，揾到一間叫金泰鍋嘅食店，睇佢啲 comment 都唔錯，食物都好多款式，知道晚市先至有活蝦，下晝係冇嘅。今日搭車去試下啦，真係又好期待個蝦餅同埋串燒。喺油麻地站 B 出口側邊就有部 lift 上到地面，直行幾分鐘就到。11:3到我哋就到。未有客等緊，地方都好大。午市係有套餐或者放題選擇，我哋揀咗放題，C 餐食120分鐘，228蚊一位。星期五六日要加多10蚊。餐廳個面積都好大，座位都唔少。時間太早，未有其他食客。飲品款式都唔少，但係冇無糖可樂。攞咗啲嘢飲返位之後，真係為一個好大嘅問題啊！QR code 原來裏面得5款肉，係冇其他泰式食品嘅。細心睇返，原來任食係肉，另外自助區嘢就無限任食。唉，一個非常唔小心嘅錯誤，冇計啦，都坐低咗。睇睇自助區啦，暫物有煎蛋角同豬肉丸，蛋角普通咯，豬肉丸有一粒食落怪怪地。另外有啲熱食啦。火鍋配料都有10幾種，都係普通嘅食材。另外仲有菇菜瓜類，有8種湯底，我哋就揀咗檸檬香茅鍋。個湯底淡咗啲，個香茅冇拍到佢，冇咁出味。跟住嚟咗5盒小牛排，睇落都唔錯，牛味都幾濃嘅，有啲鹹啦。啲丸就普通啦，豆卜同龍蝦丸就差咗啲。中意個芝士丸，啲芝士好香好滑咯。呢個肉碎味道唔差，係辣咗啲，但我揾唔到個生菜包佢。咖喱雞個咖喱都好濃，個椰汁味都好香，係辣咗啲。有啲牛肉擺雪櫃太耐乾咗，好似唔新鮮咁，食落去都 OK 嘅。咦？呢個冇嘢睇嘅，都冇特別嘢可以拍啦。講真，呢個午市放題都幾失望。職員知道珍妮想食蝦餅同串燒，特別做咗份俾佢。蝦餅都幾淡藍唔油，晚市啲嘢食應該都 OK 嘅。今次埋單476，性價比真係幾低嘅。我哋都食咗20碟肉，火鍋配料就好普通啦，連泰式甜品都冇，就失望啲咯。睇落完全唔係泰式放題。睇翻晚市，如果同樣食小牛排120分鐘都係278，都係俾多50蚊，但係多好多嘢食，仲有游水嘅大頭蝦添，感覺上夜晚抵好多喎。一於揾日再嚟試晚市。以上係今次個人口味嘅感覺，質素唔一定次次一樣，希望俾大家一個少少嘅參考。今次條片到呢度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嘢食，拜拜。